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丰泰三德里2昨登陆了后，快速检阅，伫咧今仔透早已经变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早起5点半已经解除海警甲陆警。病院的电钱要起比薰草制造业搁较悬，引起业界不满。即马经济部讲，薰草制造业的电钱要改做起14%，病院无要起价。光个民主共和国发生冰船的意外，至少有78个人死亡，即只船进前有载278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超载这冰船。新闻头期先来关心到丰泰三德里昨中昼对高雄登陆了后，快速检阅。伫今仔透早时已经变做热带性低气压线型气压，气象署早起5点半嘛已经有解除海警甲陆警。不过有关是继续来针对上北、基隆、花东，抑个有高雄、屏东地区来发布大水洪特报。今天白天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地方，会是落在整个基隆北海岸以及阳明山区，由于是在阳明山已经有累积到豪雨的情形，那我们预估到了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就会明显的缓和许多。只剩下在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下周一之后呢，会有东北季风开始影响，而且影响时间会比较长，一直会落到到国庆假日的一个时候。基隆在昨天的日雨量是408毫米，这是创了一个新的纪录。累积雨量最多的就是受到它降雨影响最大的台东，我们有量测到1713.5毫米的总累积雨量啊。所观测到的最大阵风，包括最大的是高雄的汕尾跟仁武，都曾经观测到15级的强阵风，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三德里风台是有史以来第2个伫台湾空中消散去的风台。自从风台警报发布以后，过4天到4点钟才登陆，嘛创下登陆进前发警报发上久的纪录。而且是头一个伫咧10月才对高雄登陆的这个风台，也搁有头一届针对高雄来发布强风的警报，隆重发36届的大水洪特报，搁有发布细胞简讯来警示，这个风台三德里是创下这气象署的新纪录。也虽然即马这风台是已经线型气压，国内的陆海空交通是陆续咧恢复营运，不过也是有部分的航班车班受到影响有调动，所以民众若要出门，得要先确认相关的资讯。飞行机飞伫高架分站内底，厦门航空 MF887飞腾啊桃园机场，先伫空中4连才降落，不过旅客讲也算平稳，平安倒来就好啊。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么厚的云层怎么下去啊？结果想不到云层下面很快就是着陆，然后一着陆的那当下，这大家放心了。照各航空公司的规划，国内线今日会取消90班，各航线会伫中昼进前陆续恢复营运。因为国内线航班已经连续取消2天以上，有期今日恢复航班了后，各机场会进入真济旅客，民航局也协调航空公司扩大运营，各请军方支援，看情形启动军机疏运。实际因为山火风台调整的台湾高铁，在确认沿路设备安全了后，宣布今日全线正常营运。实际暗时，高铁台中以南恢复运行，南港站道南甲左营站上北，每点钟各发出2班次列车。在台北车头的高铁月台客满挂行李，未登去的民众，工作人员提放上头维持现场秩序，车厢内底是客家杂通通。另外，代替除了河仁到中州之间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其他各线甲国际线拢恢复正常。因为海面风险依然真大，航空局宣布今日有14航线，总共138航次停驶。记者综合报道。丰泰三德里伫咧高雄带来上大有17级的这个强阵风，剩甲4架拢如苍苍。唔闹铁厝的厝顶掀起，有超商的玻璃拢破了了，甚至经伫咧门后壁的店员嘛，互剩一个变过。就物理老师提醒讲，这17级的强阵风等于是一平方公尺就400公斤重的力量，用人力要去经门实在无效，建议也是爱顶房啊较稳当。强风一直吹，超商的门拢要挡袂牢，3名员工赶紧去挡，后一边的大门互吹破去，人嘛飞出去。有跟这里有风界有一点关系啦，主要是这个都是一大片都是玻璃啊。
但是，警方桥上工作人员咧整理非常混乱的货架，嘛搬出别开的玻璃，无愿意加工经过。不过专家提醒，山土的上强有靠17级的阵风，用手也是用力去动，其实帮助无大，还佫有可能害家己受伤。17级风的情况下，每平方公尺大概有400公斤重的力道压上来，所以呢，我们手掌面积很小。那你去挤压的时候，反而造成这整片这个落地窗呢，它的受力这个不平均，所以反而更容易破。物理老师讲，17级强风每平方米400公斤重的力带过来，市地门窗原顶可能受力无平均，只要一地破去就会规片破。手动机枪就是抓玻璃的人，建议爱伫规片门窗后壁钉插板，较有稳固的效果。另外，即间伫咧小港病院边仔超商嘛真严重，店内所有的器材设备东倒西歪，项目嘛无看去。高雄汉来饭店伫11楼的餐酒馆大门，烦恼强风嘛先甲门拆落来，用大力少的刀仔来挡。把门全部给拆下来，桌子是大理石材质的，所以够坚固，先把它给挡住。这间伫咧林雅区的店家含厝顶拢封掀起来。上面这边下面的铁皮屋是从对面两栋2家这样翻过来的，这样子。昨天那个风力真的是太恐怖了啦，很可怕呢。民众讲，昨中昼风是非常的强，2户店家的铁皮厝拢风吹甲无去，还佫有冷气嘛吹甲落落来。暂时前往现场业者间来当休困来善后。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人报道。高雄人武即间又搁因为做风台伫咧淹水，居民表示，虽然即间无进前开辟风台时阵淹甲遐尔悬，毋过即间水咧提是有提较慢，即支这大排是无发挥作用。那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就四界去咧视察，强调要拍拼伫咧3工内清理恢复好势。喷水扫涂骹，高雄林武区文学西街附近，车站下晡因为风台风雨造成淹水，车时早起天气转好，大雨赶紧摒厝内。然后后面的水也灌进来，两边灌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有。你看现在就在打扫了啊，要不然怎么办？啊，昨天里面就已经先擦干了，就是家具啊。哈，有啊，淹到遮嘞呢，安尼嘞。风台。啊，落大雨看情形，伊落甲迄个水排袂出去，伊就离败啊。因为有7月底开辟风台的经验，不少民众拢有先将物件摊好悬，加强风台措施，减少财务损失。若是文武里有淹水，隔壁原来里淹甲搁较严重，厝内淹甲差不多至少有遮尔悬。民众无用洗物件，人工岛这边同款嘛有淹水。大雨讲，虽然这摆淹水无顶届风台时阵遐尼悬，啊，不过水退速度确实较慢。淹到差不多3点钟，上无几个来，整个都洗过了嘛，连隔壁那个公寓的1楼都洗过啊。2个礼拜跑不掉了，搬来这边6年，淹了4次，这种地方能住人。民众讲，原来里有西龙溪左公圳2条水道经过合流，啊，不过最近2摆风台拢造成淹水，至于2条大排拢无发挥功能。另外，风台强阵风扫过高雄，造成各地有真侪树仔倒去，影响交通。市长陈其迈再度视察复原工课。向成果的清洁人员说多谢，陈其迈强调，青山下晡风雨变较细了后，市府就赶紧展开复原工课，要拼3工以内恢复市区环境。预计的进度是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这个抢通那在3天内，我们希望可以恢复我们的市容。陈其迈嘛向台北、新北、桃园、台中等县市说多谢，因为因拢有派救灾人力来协助高雄，国军嘛派出10外人来斗3工救灾，希望会使赶紧重建家园。记者欧良陈宏毅 SNG 小组高雄报道。来关心屏东的灾情，来义乡的南河川路里出现土沙水，还有土石等等无法度通行。伫咧内部乡是有社区楼尾顶的这个基地台规个拼落来。因为伫咧屏东市甲万丹乡是有真侪店面的天棚甲空房嘛拢落落来灾情。黄色的泥水顺着家门前的道路流落来，山土的风台过境，屏东县内义乡3号暗时落大雨，南河村部落出现泥水掺入土石，阻挡道路的状况，当地民代甲村长赶紧来排毒。我们的村长也已经到我们这个地方，准备来处理这个排水的问题。哇！
电信基地台袂堪的强风，熊熊长气为厝尾顶落落来中庭，如好是惊甲异地化，一瞬间也去互民众翕落来。来保乡一位社区大楼也出现灾情，加在无人受伤，但是基地台落落来过程，造成真侪阳台、护闸甲阿鲁米桶严重受损。如好是无用伫咧摒扫线桥，想起来又怨心惊惊。当下在厨房，我就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然后我当然不肯往，然后就整个就掉下来了。天崩完全崩落来，看板也去吹甲断去。屏东市竟然无这间水果行是乱糟糟，风雨过了后，业者可能要如何营业，损失更加是难以估计。这拢定用啊，歹估计啊，我嘛唔知要怎估计。看板嘛拢落去啊，两支看板一支飞遐，啊一支伫啊。万丹乡的西环路是看到风台过了的分野，路树歪处，交通标志也搁断去，竟然的接待中心看板也叫人掀开。风台已经消散，但是屏东灾后的复原工作才刚要开始。记者屏东报道。因在伫咧台东木瓜溪中悬串楼淹过治本的千岁桥，这大水嘛灌入去徛起内底，真危险。伫咧太麻里的大王村嘛是因为水头放花，规个拢做水灾。因南回天路甲公路是有出现土石流、甲地基流失等等的状况，继续来影响到台东往南的交通。暴雨灌入溪，水位一直中，一困头溢出桥边，造成车路大淹水。现场拢是土流甲山石边徛起内底一大片积水，山园也受灾殃。即马我园拢整理前期要等11月、12月要开花啊，即马冲一个都拢去了了。那个水你没有看到从那个水沟打上来的，整个一起打上来，真的好吓人呢，很恐怖，很恐怖。甲古搬到外口拆开门通清理，大王村民无用摒扫，就伫前一暗也拄着大雨。全部都进水了，都进水。你看大家都在清理，没办法，就那个差不多到这边了嘛。水头爆发放弃，有桥冲断，由洪车线土流也为山区流向大王村主家区，各淹水，初时早起继续溢流的状况。车牌甲长道路台东路南交通也受影响，南回公路三埔段和土石流砍掉咧，大线双向放行，要拼下晡3点前抢通。头啊，结果较潮的啊，土龟拢塌的啊，唔知真正会撞来路面啊。太麻里到治本之间，铁骑路机冲空去，列车紧急停驶。台东真侪车头出现退票条，摇路客是真无奈，爱伫当地搁留5天。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山道里虽然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也是对北部带来风雨，包括湘北、基隆拢有发布大水雨特报。也因为上大雨，昨暝伫咧基隆新丰街中油科台附近连续发生水崩山，基隆市府是赶紧通知厂商派机具来清理。记者正在伫咧基隆市的新丰街，会当看到昨半暝的大雨，后壁大量的土沙佮树仔是去用冲落来。市府正在是通报清洁人员，佮有厂商开乌拖机来做处理，差不多预估下晡5点才会渐渐啊处理好势。昨落大雨，透早前就是变雨不哩大，过来。为个所在崩山。除了基隆市新丰街有严重的走山情形，基隆市中油科台嘛有严重的土石流崩山灾情。当地居民讲，半暝连续2、3届的崩山声音是大甲因拢唔敢困。落雨就真大，我拄听到声咧，真大声，那拍就是咁款。风台虽然减弱做低气压，不过北部地区的风雨也是真透。气象署拜高透早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真侪基隆地区的民众趁雨停，将厝里的积水甲门口的绿高梅摒扫清气。无安尼透早有人我咧行过就跋倒啊，足恐怖的。内底吼淹到吼，哦，阮拢走去2楼去哩，无在条徛，伊水足强的啊，水足强的，淹到遮起来。三道里风台造成基隆有真侪严重的灾情，真侪基隆民众不满到社各量的面册留言，认为拜高应该爱放风台假，互因有时间做清除的工课。记者陈阿选柯敏济基隆报道。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昨发生火灾，造成8患者一个员工死亡。今仔日检方甲消防局的人员有登去到现场来搜证，要调查火灾原因。因为安泰病院的医务院长苏清泉透早有去甲死者的家属致意。
针对这件火灾，苏清泉讲，恐惊是因为风台来，甲供电无稳定有牵连。不过台电表示，在现场供电正常，设备无损伤。因那苏清泉是佮讲，伊袂使佮黑白讲啊。安泰病院发生大火，地栋大楼即马防有封锁山壁顶，阁有防烟熏过焚者。一个伫11楼住院4天的患者，受到火烧迄时，也是心惊惊。龙来了，用跑的。没有。那个护士他们就对啊，我都指引。趁大烟阁熄电，这个患者甲喙甲鼻暗咧，为乌索索的楼梯一层一层走落来逃生。安泰病院因有院长苏清泉讲，迄时阵有影乱糟糟。很乱，为什么乱？家属乱，医护人员乱，病床全部推出来，还有消防队那个房间一直开给他们用，所以这个是复合性的，又碰到大台哦，将来要怎么来克服哦？苏清泉讲会接受各界批评，严格改善。不过，车衫有人讲到火的恐惊甲风台扫来电压袂稳，一直跳电有牵连。台电虽说明讲，供电正常，大火进前电无断过，详细原因阁要等消防调查。苏清泉早起阁访问到火的问题时，伊讲伊袂阁加回应。我被告诫不要跟政府对干，所以我不讲话。但是我们的督导。我们的护理长跳电这几天跳电几点几分几秒跳电，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最终责任就是苏清泉负责。这时早起，屏东县地检署消防局火调人员去现场调查，详细原因甲相关责任理清弄的时间，也若病院真无用整理环境，院方表示会维持永过5至6成业务。不过动静备床无够，若有需求会甲卫福部请求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安泰病院发生火灾，引起各界关注。虽然目前医疗法有明定讲，病院应该建立紧急灾害应变的措施，逐年嘛拢爱交予主管机关的备查。不过卫福部表示，会阁来检讨需要加强的部分，而且嘛要对原地单一病院的应变计划扩大到区域的病院，会当互相来支援。因那学会嘛有表示讲，这病院是真侪行动不便的患者，所以防灾的设备甲演练是更加重要。屏东东港安泰病院车衫透早发生火警，4个拢是乌烟。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努力疏散在床的病人到1楼，部分还佫用行的病人家己逃生。不过最后意外造成9个人死亡。台湾医务管理学会指出，医疗院所每年拢配合政府进行大型甲实体紧急应变演练，降低火灾伤亡。不过，这摆病院内底大部分是行动不方便、脆弱族群，更多是风台。火警发生的时阵，又加上跳电，救灾困难度真高。机房以外，另外的医院的高危险区域，就是包含像病房区或者像厨房等等，也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在医疗机构里面易发生火灾的高风险的一些区域。根据目前的系统性的一个调查，去了解到底真正发生这个火警的原因，以及在火警发生的第一时间，到底它的防火区划为何？根据台湾备案通报系统统计，公共意外类型以水电空调、医疗气体供应业上常常看到，发生率差不多48%，火灾差不多占16%。第3名是公共设施故障，公共意外发生的时间早起10点到12点是上济，常常发生的地点是一般病房。卫福部表示，这统计是鼓励医疗院所自主通报，并不是强制要求。统计病院不包含全部病院，不过应作为改善安全的参考。目前医疗法本来就规范各家病院拢需要定出灾害应变计划。原本的制度里面到底哪些要强化，其实要看这次的一些事件的检讨跟整个流程上面看怎么去加强处理。针对医疗场所用电量大、进出人员多、增加管理的复杂，卫福部也表示，为增加防灾应变韧性，未来调向区域联防的概念，除了单一病院应变计划以外，也加入区域应变计划。若发生火灾，需要转移或者是支援，会加紧协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风台山道里的影响，连续2天全台22个县市拢停班停课。不过，亲像新竹科学园区内底，真侪机器拢是24小时咧运作，员工嘛拢是爱去上班去顾这山停。劳工处就提醒讲，若宣布停班停课了后，公司需要有人去轮班，嘛得爱照规定来顾虑到这员工的交通安全，袂当强制要求员工一定爱去上班。原本逐工上班时间拢会塞车的新竹科学园区，因为风台来停班停课的关系，路上的车是比平常时减真济。虽然全台歇风台假，不过科学园区内底有一群人，风台天同款爱为着台湾经济来打拼。通常台风假的时候，依照人事行政局，我们就是跟着放假。但如果是遇到必须就是你的工作岗位是必须一定要有人在，或是需要轮值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请员工考量自身的交通安全。当天如果你到职的话，我们是加给加班费的。不过，嘛有人感觉风台天公司要求员工去上班，但是发生危险，谁要负责？台风就够危险，还要上班。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就要自己承担。新竹市劳工处指出，依照规定，风台天公司要求员工上班，上重要是爱先评估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的问题。员工若是顾虑安全，无法度去上班，公司袂使强制要求员工一定要来上班。宣布停止上班，这个时候雇主不能将劳工视为旷职、迟到，或者是要求以事假或其他假别做处理。那也不能强迫劳工补班和扣发全勤奖金、解雇以及相关不利益的处分。台风期间要求劳工必须要出行工作，那应该事先评估危害，并提供适当的工作防护的护具、交通工具等安全措施。另外，风台假不是假的概念，因为风台来出门有危险。头家甲员工先讲好，爱员工踮厝内上班，也是合规定的。风台天上班除了科学园区以外，警消人员、台电等等相关人员，等到爱无用救灾、修理，拢是为着互社会会当继续正常运作，辛苦的一群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国内上新的电钱方案，部分产业用电唔免起价，也是起一半的价效就好。其中薰草产业。薰草制作业是干那起一半的价效，不过大病院的电钱却起价起14%，就引起医界不满。昨经济部则紧急回应讲，薰草制作业的电钱要改做比较一般的产业来起价14%，因为病院甲诊所是拢总无要起价。10月16日，国内调整电价上新的方案就要实施。这个照各行业用电甲产值水提的情形来调整电价，有的是起一半，有的是无起。不过大型病院电钱起14%，薰草制作业的电钱煞干那起一半，引起医界质疑讲救命比卖薰的较唔值。经济部初三紧急调整，甲薰草制作业改做免起14%。这一细微的调整我认为还是会根据各个不同的业种实际的状况。来反映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的修正，这个也都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他们的同意。经济部表示，为了避免有鼓励食薰等等的疑虑，薰草制作业的电钱为起7%，建议改做起14%。薰草制品的大卖小卖业为无要起价，改做起14%。那病院甲大型的餐厅是为起14%，改做无要起；花莲理宿业嘛改做无要起。针对政策方向改变，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周庆明讲，感谢政府听到医界的心声，因为电钱若起价，病院甲诊所营运的支出拢会更较严。特别是比较大型的医院，他们的用电其实真的是非常大，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要节电就可以把它不用。医疗院所这一块了如果一直上涨其实大家的成本的压力其实非常的重。因为今年电钱已经起2届，传出有立委不满台电，还佫要争取今年甲明年拢总2000亿的补贴。经济部长郭智慧表示，2000亿的补助甲起电钱是2回事，呼吁立委支持互台电补贴。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军火商雷神涉嫌甲对台军售的绩效报较悬，去互美国的政府查到，甲因罚钱。不过，咱的国防部说是无先发现，是等到美国甲咱通知，才知影咱买了有较贵，这就引发朝野的立委来批评。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国防部应该爱下记这个经验驾驶，因为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讲，会甲这个钱全部讨倒转来。美国军火商雷神最近互人压讲，涉嫌宣布对台湾军售的绩效，互美国政府罚钱。不过，这个案是美方主动调查通知的，咱国防部采购的时阵无发现价差问题。那在野党立委的批评，执政党立委嘛认为国防部应该爱检讨。对这代志，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国防部需要学到教训甲经验。这个经验告诉国防部，未来在资讯的比对以及在各种价钱的合理性上面，他们应该用这个经验来让所有的国际合约能够在更合理的状况下。我想我们会全数讨回来。进行相关司法程序之后呢，那会将我们被高估的这样子的一个雷神公司的不当得利的款项会全数还给我们。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种防弊的一个措施呢，足以彰显就是说军售的机制还是有保障。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美国司法部已经甲雷神达成认罪协商，相关的金额咱方会全部讨倒转来。不过嘛强调，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有防备措施。另外，海军司令东华接受经济学人杂志访问，形容强军伫赖清德总统上任了后，实施大抓的战略，对台湾施加压力，而且嘛最好随时要封锁台湾的准备。我们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战术，我们都密切加以关注，我们都会有妥适的因应的方式。顾立雄回应，中国一向伫展现扩张主义，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主张甲政策来做改变。对中国可能的战术，咱方拢会密切注意，加好好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平准的意外，至少78人死亡，目前是抑阁继续在搜救当中。这只船顶头原底有载278人，当地官员讲有可能就是因为超载才会来冰船。这只顶个船拢客满人的船，未驶向码头，还有100公尺就要靠岸。在驶过程当中，船身向开始出，角度愈来愈大，驶去真紧，规船拢变去。大部分的乘客拢被船身嵌在水底。来接船的亲友看到是真着急，也无好有感。最后船难发生，这自然车家属悲痛表示，家己未晓受水，干能目睭紧紧看真侪人淹死，地球人煞真少。有愈来愈多百姓为避免经过政府军甲乱打支持的叛军3月23运动，到毁频繁的道路，选择坐船穿过基我河北平，去北基我省守护国马。真侪路因为战争封路，也互百姓真失望。Gouvernement iko naona gisi barabara inafungiwa hivyo ni manani consequences za vita。当局表示，这只船为南基我省的米诺瓦港出发，超载造成船难，而且船顶无充足的救生衫。官员常常警告唔通超载，也讲违反规定就要重罚。不过，真侪人为边远地区来少少速度应通过，所以负担不起交通费。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英国甲摩里西斯针对着查戈斯军队的主权拍官司，争要几啊冬。落尾是英国宣布要放弃主权，将查戈斯军岛交予摩里西斯。不过其中有美军的基地，上大迄粒岛要继续提供予英国甲美国来使用。因为当时因为要起这个基地，互人强制撤离的上千位居民，嘛会当搁倒转去因的家乡。经过13轮谈判，英国甲摩里西斯初三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查戈斯群岛主权争议达成协议。英国放弃这个印度洋群岛主权，移交予摩里西斯。不过有美军基地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上大岛屿，会继续予英国甲美国使用。互人强制撤离的岛民有权重回家园。英国当年会对摩里西斯提供财力资源甲租金，通确保99年的军事基地使用权。n'est pas si facile du tout. Moi fier et ému, qui nous fait réussir dans nos combats, qui pour rester gravé dans l'histoire. Nous fin arrive à un accord qui pour déboucher un traité
entre nos deux pays. 英国伫1810年的拿破仑战争为法国的手头摕到摩里西斯，1965年将查格斯群岛为摩里西斯分割出来，成立英属印度洋领地。1966年，英国将查格斯群岛的最大岛屿伫伊的戈加西亚岛租予美国兴建军事基地，佮强迫1000外岛民撤离。1968年，摩里西斯独立了后，讲独立是挂让查格斯群岛所换来，互人撤离的岛民甲摩里西斯政府伫英国法院甲国际法院进行少年线的司法诉讼。2019年，国际法院裁定英国应该要放弃查格斯群岛的控制权，强制撤离的岛民嘛是属有不法的行为。联合声明公开了后，在野的保守党传出无共声音。党魁候选人之一的图根达特伊讲，谈判无符合英国的利益，讲这是可体的退让，互盟邦活伫风险中。前刷去摩里西斯甲萨塞克斯群等地的岛民甲因的后代，对未来有哪有无共看法？有的坚持回乡，有的是关心家己伫英国的权利甲地位，也有人认为无应该交由外人决定因的命运。公司新闻汪慧。受到三德里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和北台湾家人的雨量是创下历史新高，各地拢有传出土石崩落的灾情。其中，伫咧新丰街一大社区边的山架是发生大规模的崩沙。另外，天外天分化路这清洁大楼边的边坡嘛有出现崩山，有10几台车辆做伙落入去山坎。很恐怖哎，整个崩下来了。为出楼尾顶看新丰街顶悬的社区边啊，走山的山坎，抱起来中小姐一直讲真恐怖。伊甲先生拢伫台北上班，因为出外交通受阻，也惊有新的灾情发生，只好请假伫厝照顾囡仔。他们还不懂，可是看起来就会觉得替他们担心啊，自己也会担心安全。遐4点的时，汹涌嘣一声就大声的，啊，就叫阮出来阳台看的时，哇，就规个山拢变安尼啊，大一栋，大一栋，系啊，所以阮惊死啊，汹涌惊死。因为山土风台互家人雨量创7站了后78年来新纪录，超大的大水河也互各地出现土石出落去的灾情。啊，不过市府宣布家人测试上班上课，未少人爱面对灾情善后、交通受阻等等的不方便是真生气。是不是因为天气气候这个变化或极端气候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未来我们会再跟气象署来请教，这些雨量的落差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常态？市长谢国良表示，因为参考气象署预报的天气雨量，甲实际有一寡落差，也甲气象署佮请教改进。伊透早也到发生山坎走山的市区来巡视，为改善交通拍架的情形，当地社区管委会加善心开放社区道路协助疏导交通。丁里长，我打电话来，我想说大家方便邻里，大家可以出门这样子。方便，没办法，你出不去了，你必须要绕回到62快速道路去。另外，宽埔桥的天外天分化路清洁大楼边的边坎也因为大雨出现大规模崩塌的情形，有10台粪扫车陷落去，有的互土石台掉咧，现场是一片混乱，场面看起来真惊人。市府也派人赶紧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罗东昨熊熊开始落大雨，佮造成淹水，到今仔早起，南昌地下道也是有部分积水。公所是赶紧来调派抽水机去抽水，嘛有未少民众赶紧来拼环境。嘛讲到这是这几冬来头一届去拄到淹水的状况。也县府嘛表示讲，昨罗东1点钟的雨量来到108毫米，这熊熊落上过济雨，超过下水道这个标准，才会造成淹水。民众赛车到罗东南昌地下道，车驶路行，因为地下道积水也是真深，无法度过。镇公所赶紧找抽水机抽水，希望赶紧恢复通行。今仔路因看到未少人透早咧清理家园。根据县政府统计，沙涵淹水上悬50公分，有3社区地下室也积水。县政府连暝调派抽水机协助抽水，部分的人讲，这么些年来第一摆拄到淹水的情形。淹到这个地方来了。哦，这么高哦！大概差不多40年来最大的豪雨。里面大概淹了大概差不多30公分。县政府表示，在10点20分到11点20分1点钟内，罗东市雨量达到108毫米。今年8月7日，东京第2大淹水是雨量才100毫米，瞬间雨量升过大，超过雨水下水道设计标准，是淹水主因。淹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整个
它的雨量超乎了雨水下水道的设计标准。好佳在雨无落伤久，饮水差不多是透早7点就退。另外，未来是不是改善路东雨水下水道？县政府表示，未来协助电工所向中乡争取经费，完善雨水下水道的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瑞丰区灾情正严重，今仔日搁再放一天的风台假。虽然风台过啊，不过也是有真侪爱恢复环境这个工课爱做。亲像关注民部落的阿美家园，因为土石崩落，对外交通断去，目前是也搁在清理当中。另外，随便活动中心内底嘛有对部落撤离落来民众，互人安置伫咧内底，暂时是无法度转去因的家园。新北市瑞丰区的原住民部落阿美家园对外联络的这条车路，伫咧昨下晡的时阵发生这个土石崩落的事件，目前大型机构拢已经到现场来协助清理。等一下呢，我们会送便当过来的时候，我们有请消防这边做一下协助，运送上去。对，我们现在商请消防一起过来。大卡车来去，车路拢是黄色的沙土。原住民部落阿美家园唯一的对外车路，互土石砍掉的，有一寡居民伫消防人员协助之下扭沙出来。不过沙坡地实在伤粗，一寡老大人无法度用同款的方式安全落来，只好踮伫遮看，真无奈。也不太够了，水啊、米啊、菜啊之类啊，有病人要比较不方便而已啊，就因为路堵住啊，没有办法开车啊。到瓦江道阿美家园部落有87户，计共150人左右调咧内底。公所已经送物资到现场，准备由消防人员以吊挂等方式送入去。也有其他带土石流风险地区的居民，风台来进前就互人撤离，安伫咧随便活动中心无法度转去。我们住的地方是面向海，靠山壁，担心会有什么漏水啦、土石流啦，所以我们区公所那边就顾虑到我们的安全问题，才把我们撤离到这边。工作人员喷水清理车路，水沟啊拢是甘沙土的黄水，等人来抽沙。虽然拜五随风放风台假，但是面对霜冻严重的环境，也有侪工课爱做。这寡居民也唔知什么时阵才通确认安全平安回去家园。记者讲林竹凯新北报道。伫咧云林大溪新兴海堤老旧变啊做风台，定拢会破坑涉水，和周边渔温啊或者养殖户是真困扰。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府表示，这是因为地层下陷保环遮会无够悬，只要风影较大，就会出现损坏。目前是已经提出总经费1亿5千万的改善计划，要来甲中央争取。大溪新海堤桥头被海水直接冲到边仔的水防道路，唔但造成养殖专区的渔民出入无方便，海堤嘛定因为风台来势向强劲的东北季风，造成破坑涉水，当地养殖户就烦恼，万一溃堤后果不堪设想。浪打过来就石头就掉下来，然后整个堤岸我们也怕它的溃堤啊，溃堤之后我们没办法，包含我们生命安全都很危险啊。迄种土差不多拢掏空啊，所以一定要去加管。然后安尼较安全。大溪乡长李文来表示，大溪新海堤全长1.9公里，边仔就是水产养殖区，但海堤经20多年无整修牢固，佮因为地质下陷，现在面临管道不足，只要强风大雨就造成堤防的沙石崩起。我们现在整个堤场大概有1.9公里，我们预估要到差不多要1.5亿左右哈，整个新建经费。这个我们也拟报相关计划，报到中央去做争取。有官表示，大溪新兴海堤老旧，要由风台造成破堤，真需要全面整治。目前地基会新深度水防道的杂物，增加消保管减少冲击，限地出来补强海堤。至长期的计划是重建海堤，已经提报中央争取1.5亿的经费来改善。记者黄有年报道。人讲9月风台无人知，即届风台是真歹预测。因为气象署的气象预报是24点钟咧报，所以风台预报小组就是对海警发布了后，就拢无停歇、无用试试。这风台警报期间是平均一天困无到5点钟。目睭红红，看起来有点仔忝。气象署监听记者吴婉华依然保持专心，为初三下晡2点40分的有无记者会做最后准备。这一天，伊阁是透早3点外起床，准备资料做图卡。台
风警报开始以后，我们台风的整个小组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台风警报一发布到台风警报解除才会离开。好，所以我们整个作业团队大家是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但当然这是我们的工作。虽然讲是工作，不过风台警报一发就点伫署内，那当时厝内底无后援，气象署表示会调配。预警发布了6点40分第一部，到半暝11点40分最后一部。这场记者会过去一人负责一天，今年改做2人轮班，较袂遐尼忝。每个台风都有它不同的特性，像之前曾经当过班的巴马台风啊、天平台风，事实上都有它的不同的特性，也常常在水里待很久，而且它们移动都不快，所以也都有很多复杂因素影响它。那这次台风也是一样，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等待整个大气的状况、台风的状况是不是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参考指引一样那样子移动。吴婉华讲，这摆天气有倍经验，无法度好做到下一摆。同款的风甲雨也未发生伫同款时间甲地区，这份工作挑战性悬，有真侪变化。不过算是较趣味，希望更较侪少年人投入。金马山土耳严重，要解读海景，团队沿小可休困者沿转去。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台南市文化局这2天是要来彩排台南4摆年度大戏《风调雨顺》。这阵主办单位是已经把舞台搭好势啊，不过受到风台影响，是有一寡工课去牵着。即马因嘛打算要赶紧来赶工处理，好大戏会当伫咧拜六顺利来演出。台南阵风刺激风势嘛不止啊大，甲大架顶悬的乌布吹甲夜夜飞，工人趁雨风较细，赶紧去调整舞台顶的设备。这是台南市文化局为着找顾台南400年度大戏所在舞台，不哩个煞拄着风台来扰乱，整个舞台搭好势大用3天的时间，佮存无偌久就要开演，因惊整个拆掉会袂赴。主办单位只好暂时甲受风面的所在降较低咧。受风的所在，比如讲厝顶那个降较上低所在，好。那包含全部的乌布，因为咱的舞台美观嘛，规乌布，咱那个收起来，用加工会受风。主办单位用1天的时间来筹备《风调雨顺》这出戏，因要用基础建设的科技形式，讲一段台南400的故事。目前到达表演者因拢还未伫这个大舞台正式做彩排，导演按算初3暗时赶工甲设备先款好势。无论如何，拜五会先上台做彩排。影响，阮当然袂互影响演出伫台顶的效果。要毋过就是阮来做有大胆的心，爱甲所有的工作爱伫足短时间来全部拢甲顺完。所以一直讲台南这片土地，为西拉雅、地心宫、甲清朝、日本，啊到即卖中华民国，伊的这历史的演变。台南400年度大戏，这礼拜六暗时要伫南营日都新盛大顶场，表演团体毋望风台通赶紧走，互整个活动顺利进行，嘛互观众有无共的观演体验。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后礼拜是第14双十节，这届的双十台顶有安排华语、台语、客语的歌手，也有原住民的合唱团做伙来表演。嘛特别邀请到高龄头战役的3位英雄欧阳军、拿玉章、甲王华岳来到现场，要甲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的尼泊尔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另外，这届的双十节宴会嘛是头一届伫咧婚礼举办，佮要结合布袋戏的歌曲，做伙来展现婚礼的特色。穿舞伦的衫，伫咧舞台顶展现家己的歌声甲自信。高雄宝来国中的合唱团伫咧7月份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的金牌。后礼拜四双十节也会甲尼泊尔合唱团、高雄老龙国小、建山国小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另外，国庆筹备委员会也表示，这届国歌领唱也特别邀请高龄头战役的3位英雄欧阳军、蓝玉章、王华岳来到现场，希望会当展现台湾团结多元文化的力量。还有古宁头3位老英雄会亲自出来唱中华民国的国歌。这3位老英雄都90岁，他们还有这个心，他们年轻的时候付出青春岁月、血汗与健康甚至生命，他们很清楚保护中华民国的国旗。当年国庆宴会拢会吸引侪民众来欣赏。今年国庆宴会是头一届伫婚林举办，现场会有3万发40分钟的宴会，也阁有400台无人机。另外，也是布袋戏故乡的婚林，到时阵也结合布袋戏代表人物苏赣文的歌曲做结合，展现婚林的文化特色。
由我们的台湾男神史艳文那一首《出埃及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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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一首一定要在云岭虎尾来播放，才能凸显它的意义。今年国庆大典强调团结共赢，除了邀请华台客语的歌手，也佮有原住民的合唱团，展现多元的文化。宴会也特别办理伫龙山，传统文化拢真丰富的婚礼，希望到时阵为南到北，规个台湾会使做伙来庆祝。记者张家嘅曾正优台北报道。中华关的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的保存者是雕俑艺术，伫咧这个月初1过身，食到93岁。是雕俑艺术自从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传授车古镇的基艺。文化部有颁发金庸章来感谢是雕俑艺术伫咧车古镇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付出甲成就。中华关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保存者是雕俑艺术，伫这个月初1过身，食到93岁。伊自细汉就缀老爸学车古镇表演功夫十全，生动活泼的唱曲、押韵趣味的歌词内容，真有观众的喜欢。大家拢认这位两撇喙手的，只要是雕俑出场，大卡就有笑声。阮去台北做吼，某一届做迄个新名的，伊敢若麦克拿起来安尼讲的尔，规个谱仔咧叫，伊咧讲的足紧的，啊，佮连续啊咧，佮有迄押音啥物安尼，大家听了拢足介意安尼。因为做这车鼓的头前吼，生意真好，一摊佮过一摊。阮是对阿爸较喜欢这种迄个，所以就一直爱饲这家庭。车古镇除了人车鼓，重要的是小戏的表演。是雕俑艺术有法度家己编戏、家己演，话戏功夫嘛真厉害。伊伫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传授车古镇基艺。伫1988年成立中华和美雅高在地车古镇，甲后生新妇全台湾行透透世界表演，嘛真注心车古镇的传承。对囡仔吼，甲囡仔做教因敲啊啦，教因迄个骹步手路这过程吼，其实阿公甲囡仔讲一寡话吼，我感觉甲迄个90几岁继续做车古镇的这精神，已经不知不觉传啊囡仔。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理事长表示，是雕俑艺术甲车古镇结缘一世人，伊总是满面笑容，就亲像车古镇的精神，花头喜面，用笑声面对人生，甲快乐带予观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泰国的动物园，即马有一只2个月大的侏儒河马，因为生做安尼肥嫩，佮足活泼、足古锥，所以就互人号做跳跳猪，正古锥的名。透过网络嘛，变甲全球拢真红，拢知影即只跳跳猪吸引着真侪民众去到动物园来看伊。真侪业者嘛，上阵一个相机来推出造型的鸡卵糕、红啊，甚至是所谓货币等等的产品。这样只细只的河马、红鸭啊、单跳猪，不管是嘴拍开开表示不满，还是海头表达拒绝，每一个动作拢成游客一直看。7月伫泰国东部春武里富力山动物园出生的单跳猪，对伊出现了后，人气是一直在起的。若是游客数量增加超过1倍，伊的相关商品嘛对得出来要抢相机。曼谷一间咖啡厅讲，因一开始是因为有人客要求讲用巧克力豆含克里姆鸡卵糕的鸭做出单跳猪造型的鸡卵糕，结果做了有够成，随伫社群网站互600-700万人点来看，嘛随后店内订单增加一大堆。ตั้งแต่มีเค้กน้องหมูเด้งเข้ามาก็คือเราไม่ได้หลับไม่ได้นอนเลยครับก็คือมานั่งทำน้องหมูเด้งทุกวันจนถึงเช้าเลย有一寡人买这款做了有够成的鸡卵糕，根本都唔敢食，这阵学生是食甲真欢喜。ก็อร่อยดีค่ะเนื้อเค้กแบบว่านิ่มๆแล้วก็มีซอสสตรอเบอรี่อร่อยค่ะ泰国这个专门做内面唔知影是啥物艺术佚佗物的业者，嘛随替产品找到新的主角，用3D 列印做出单跳猪各种姿势和造型，后壁再搁高色做细节的处理。目前预约的订单是有够多，必须加速赶工。ถ้าทั่วไปเนี่ยกล่องสุ่มสินค้าของผมนะครับคือถ้าในการจะจำหน่ายสัก 1,000 กล่องเนี่ยเราก็ใช้เวลาสักเดือนหนึ่งแต่ในขณะที่เราพรีออเดอร์กระแสของหมูเด้งเนี่ยเราใช้เวลาเหลือแค่ 2-3 วัน但
单挑猪在全球一个就变甲真红，伊相关产品嘛对咧卖甲有够好。各有化妆品是推出行销活动，讲是会当画出含单挑猪两个脆配同款式的胭脂。其实含单挑猪做伙出生的，阁有两个兄弟姊妹，泰语名一个是电猪肉，一个是甜猪肉。另外，伊的阿嬷美丽最近是拄庆祝59岁生日，是泰国年岁上大的好马。公司新闻站回面翻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29度，中部地区25度至28度，南部地区26度至29度，东部地区26度至29度。还有外岛地区22度至26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再会。